台北市立古迹孙立人官舍最近当日举办展览，业者邀请到插画家照古早的相片重新画一幅，小解日本时代这台北城一个建筑，还有官舍一个建筑。台北市市定古迹孙立人官邸是出名的餐馆陆军练机厅，这几档有文创产业进驻，业者最近邀请插画家创作戏剧人物，结合老相片，小解老建筑甲四颗围仔的过去。带到了我们像是火炉啊，像贵宾厅前面壁炉的故事，那他会讲到一些壁炉以前的一些作用跟用途，那还有带到后院的一些像椰子树啊，椰子树其实是孙将军他在纪念他以前伤亡的部属，所以种下了13棵的椰子树。插画家用古水的人物，根据古早时的建筑人文相片重新素描，小解孙立人甲官邸的故事，嘛描绘出日本时代台北城旧城南的光景。那城南这个名字其实可以推溯到日治时期1905年的台北市区改正计划，它是一个全新在日本政府它规划的一个官厅，还有重要的一些房舍的一个位置。展览小解日本时代的台北商品陈列馆，嘛就是即摆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图片，希望透过插画转译文史，互民众更较知影咱过去生活的所在有啥物无共款的城市风貌。记者陈亚文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。